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咱今日要介绍的是社会局吼，要讲的主题是长照2.0吼，要甲咱乡亲朋友来介绍吼，咱伫居家吼长照的这个部分呢，咱一寡长辈吼因行动的这个辅具啊，佮有咱居家吼无障碍这个设备的一寡吼这个补助吼。那么咱邀请到的这个贵宾是咱台南市政府吼咱的这个局长吼，咱社会局局长陈荣之陈局长，局长你好。你好，婉婉你好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社会局局长陈荣基。根据这个联合国的这个荷兰的资料吼，伊就是讲吼，咱一个社会当中呢，如果若是超过65岁以上的这个人口数占到7%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呢是叫做高龄化这个社会吼。啊，若是占14%，就是高龄社会啦吼。啊，占20%的话，就是超高龄的这个社会吼。那么咱台湾伫2018年的时候已经吼，入去到这个高龄社会吼啊。预估啦吼，就是伫2025年的时阵呢，就是要行入去吼，这个超高龄的这个社会吼。那么要来照顾着咱吼这个长辈吼，是嘛是咱政府呢目前上界积极吼咧面对的一个问题。那么要安怎来打造吼咱乐活这个高龄的这个友善城市吼，这嘛是一直咱是咱市长吼黄伟哲吼，伊要照顾咱长辈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政策。那么为着要来协助吼，咱每一个家庭。伫咧照顾咱这长辈的时候，尤其是一寡行动不便的这个长辈啦吼，啊，过来呢是要减轻吼，在咱这个家庭当中呢，要照顾到哦，咱的这个长辈一寡负担呢。那么咱台南市政府呢，伊也真积极吼，咧推动着咱长照2.0的这个政策。那么其中呢，像讲吼，咱一寡长辈啦吼，因行动的辅具啦，或者是讲吼，咱居家无障碍的这个设备呢，等等吼，这个补助吼，这种是希望讲当来帮助咱这的这个家庭吼啊，伫这个照顾着咱这个长辈的时阵，会当吼来协助因，而且吼减轻因的负担。那么咱今日吼，就请咱局长吼来甲咱吼乡亲朋友来讲咱这部分的这个照顾啦吼。那么是毋是请咱局长吼，甲咱乡亲朋友来大概吼讲一下咱即马目前吼，咱伫台南市吼，这长照2.0做的这个状况。OK， 谢谢婉婉哈。是啊，这个其实吼，咱台南市呢。吼，伫前几个月个印象中个30万2000几个，啊，即马到一个月的时阵呢，已经统计到30万3289个啊。啊，所以伊占人口数的时，即马是比较起来是16.18，16.18。啊，16.18的话，占在整个失能率12.7的比例来讲，要38500这个长辈大概是安尼咧算法啦吼，38000几个这个长辈需要适龄照顾。啊，所以咱已经16.5哦，啊，所以他已经到了他所讲的迄个高龄化社会。啊，高龄化社会时，咱安怎样针对这适龄的长辈来给提出照顾？头先讲的3万几个，38000几个，当然啦，有轻。中轻中重，对，每一个人的不一样的状况，系无共啊，所以需要提供服务的部分，会当相对的减轻家庭的负担。是，这是目前为止政府要去思考的物件，所以伫长照1.0到进程长照2.0一直咧调整，啊，所以要安怎样互这厝里有这长辈照顾，会当达到较完善的支持。我想这是咱目前为止长照要做的工作。是，还拄咱局长就有讲过这重点，就是讲吼，咱一寡吼这长辈吼，伊失能啊，有可能吼，有人轻啦，有人较中度啦，哈，有人可能较重度啦，哈。那么每一个人需要得到这个照顾当然不一样啦，吼啊，但是每一个家庭吼，伊要照顾这失能的这个长辈吼，嘛唔是每一个人拢有法度吼，通去应应啦，还是去应付啊。所以咱政府吼，针对这部分当然吼，拢希望讲吼协助咱的民众吼，尤其是些照顾的人，嘿，他们很辛苦呢，因为照顾的是。长年累月啦，哈，经年累月，对，这样子长期下来，有当时啊，迄个
精神上的负担，啊，佮有经济上的这个负担，对因来讲吼，有当时有点不堪负荷啦吼。啊，所以咧，咱政府当然对着这部分吼，做希望讲吼，互因来减轻因的这个当然减轻因的负担啦吼，啊，煞来协助因啦。那么目前啊，就是讲咱即马有的这个长照诶，这个辅具的这个部分，大概是啥物种的这个内容？是，这个部分吼，咱按这照顾开始讲，因为家庭的有着最需要照顾的长辈呢，第一就是家庭的支出，吼，对，劳力跟精神，就是劳力跟精神，所以这两个是最大的问题啊。对啊，所以伫这照顾的部分呢，咱即马有一个叫做咱有三大项目，这照顾的部分就是居家服务，就是讲当你身体状况有需要协助的时候，我们申请居家服务，就是咱有透过。咱目前为止的契约，有差不多73处的这个特约厂商，内底有2500几个这个居服员，就是你若申请就派案，依照你的咱来经过照管中心1966这，若敲电话还是提出申请，咱的照管专员就去评估，提供服务，你若讲居家服务的部分，伊就。配合咱的这个特约厂商，就派居服员去处理，给你斗3工。钟点式安尼。钟点式的，给你斗3工，你的经营评估你需要的时间、需要服务有哪些，我们就透过居服员去提供服务。这第一个居家服务，另外一个社区的一个照顾。社区照顾就是讲，咱是社区有成立63处的这个照顾点，就是日间照顾，是这个托老中心，包括了社区性的，因来就透过这个社区性的时阵，你无去送去伫这个无来处理来斗3工，但是你送去社区来就近的这日照中心，这个日照据点，去可以提供这个照顾。这是第2项嘛吼，目前为止咱有63处的这个照管日照中心，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讲，你讲无啊，你需要专业服务，专业服务的时候，咱有83医疗院所，包括了大型病院啦、诊所啦，这拢他们契约，就就近提供咱的家里面到居家里面去做专业的照顾，包括了给你。翻身拍背啦，你都得要翻身拍背啦，一寡专业的治疗师啦、营养师啦，职能治疗呀，这一寡居家加专业，加医术跟复健师等等，也可以给你做一个专业的一些协助，这都整套的这个服务，就是一社区内底做这工作，就提供给咱这个住户呢。伊伫这厝邻内底是要摕去外口，要去中心啦，还是要去就近社区啦，还是要当处理，拢会当摕的。不管你安怎选择，就会当摕到这完整的服务安尼。目前为止的情况下，这个是还多咱局长在讲的啊，轻度、中度、重度啦哈。比如轻度的，有当时你就是居家服务员去都会使啊哈。你可能去几点钟帮你煮3顿啦哈，还是讲内底款的，有当时无迄个开啦，通过去整理迄个厝内底嘛哈，是讲洗衫这可能较劳力，有当时这是大人吼，伊可能有当时有点吃力啦哈。若是个较进一步就是讲，日间照顾啊，是讲去附近的社区，若个较严重的，有人可能就是倒伫迄个所在，他连动都没有办法，对，伊可能连叮当都无法度叮当啊。那么就是像多咱局长讲的哈，有专业人员哈去改做类似像多咱局长讲的拍背啦哈，是讲一寡较专业的，一寡较专业的职能治疗啦，失能赋能，对，这些部位当个替伊协助。那么就是讲有当时啦哈，咱除了这部分哈，这部分的这个照顾以外，当然啦，这个长者有当时因需要一寡辅具。比如讲行动上的啦，还是讲咱有迄个厝内底是毋是讲有迄个无障碍的这种修缮啊，是讲这个方面的这个设备啦。那么我知影讲这部分咱市政府家嘛真积极咧，甲咱的这民众甲咱这照顾者做一个斗3工啦。那么对这部分是毋是局长嘛，甲咱做一个介绍，好不好？好，谢谢。这个有关的辅具这部分，其实辅具对咱正常人无感觉，对。但是呢，对迄个身心障碍者，伊无这个工具，对，伊就寸步难行，什么代志都免做，嘛无可能能做。对。所以辅具的部分，咱经过这些，咱有这个
有这个辅具资源中心，咱伫这个关电是咧，这个咱的台南市民生路遐无障碍之家内底嘛，一个辅具中心，个嘉义、六安活动中心迄门一个，所以我们原则上我们3个。咱就是讲提出申请了，好，1966嘛是1966提出申请，然后经过咱的照管中心去做评估，评估了，你就提出上面来评估嘛，有一个治疗师，职能治疗师去给你做评估，评估了也提供这个服务嘛，你相对的你包括了简单的。咱的生活辅具内底，咱生活辅具内底有包括咱的，比如三脚架轮椅啦，或者电动轮椅车啦，这个都可以去提出申请。基本上，咱这个长照2.0内底呢，它是3年有4万块钱的这类辅具补助，3当4万块，一个人3当4万块。那这样子这个费用算也资助的很高了，可以了，阿姨也当选择你要用的哦。你来提出这个部分，我们经过辅具这边我们就来提供协助。但是今麦有一个较趣味的所在，要甲各位报告就是讲话呢，伊就是咱有一个咱一个代偿垫付制，代偿垫付制是102年的时阵呢，咱实际因为你这个家庭内底有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家里的负担就是已经出重啊。你搁要付这条去买辅具，要付这条钱。对啦，双重负担嘞。对。若个迄个经济，不是讲介强势啦，那是弱势家庭，我爱烦恼更严重。对。所以咱3年4万块是没有错的补助，但是你比如讲你这个咱代偿垫付制，102年的时阵，咱推动是哪双轨制。我申请了，我去买。核定了我去买，买了我钱纳了，才来申请。即摆毋是，咱即摆有这个215间的这个厂商，他们有契约，所以包括市内底156间，外县市的63间。你唔只选无，你去选无间，咱有契约嘛。算讲，互伊更较弹性嘛，较方便，互伊需要的人较。算讲较体贴、较贴切、较贴心的做法。对。所以伊若去申，只要经过咱先申请，申请了，咱核定给他以后，他就直接会找我们特约厂商去购买。购买了以后呢，你自付额当然你家己自付的吼，但是有些是不需要自付额的啦，它小型的面嘛。你了，即摆就厂商帮你去处理完，车。厂商来甲阮政府单位申请，就是代偿垫付的垫付，点好你点开啊嘛，伊就家己去帮你处理。所以说，你目前为止你是这个家庭里面是不用再付钱，所以你的负担更加轻了。对，就算有是自付额部分嘛，无多啦。所以这种情形下，先变成这代偿垫付制的部分就好。这是个人生活辅具的，另外就是环境的改善，环境的辅具改善，环境辅具的改善就是讲，咱基本上原来因为你本来没有生了没有问题啊，书本要洗物件啦、洗面啊、要冲上如厕，各方面都没问题。但因为这样子，你在家里面，你必须要居家环境的一个辅具生活的这种无障碍的改善。好，所以你变成讲，你包括你的洗脸盆呐，或者帮你上厕所的一些辅具啊协助啦，或者里面现在有坡道。因为浴室啊，老大人入去到会识上危险啦。对，搁惊骨头，惊关节，搁无关节，坎所以伊若会嘛是为了斜坡道的协助啦。对。搁伊包括比如我若家己要做一个物件，抽油烟机会当调整啦。这个东西我们就以职能治疗师去帮他去做，去做评估。你申请，然后就帮你做评估，以后核定给你，就帮你去装设。所以你这么个人的辅具，还有生活的这种环境辅具，因为咱的这个算讲吼，咱做甲足贴心啊，就是讲我有轮椅，我若袂叮当。我轮椅都要入去，一个坎起来伫啊。我轮椅嘛无较做啊，所以咱个贴心去想讲恁兜是毋是有这无障碍空间啊？恁兜若无无障碍空间，可能伊拄咱这个范围内，咱这个范围内底迄个轮椅当这个范围，那这样子对因的这个效果也是只有一半啦。所以咱就是甲做到位啊，互伊全部伫咧厝内底上起码伊安尼
通行无阻。对，最起码伊生活会当去到一个改善啦。因为失能啊，我们就得到给他协助到，安尼就变得比较贴心。对。那么咱目前来申请的这个民众他们是不是很热烈？这个物件讲热烈，我嘛感觉应该是安尼讲啦吼，应该是讲在需要，他的需求非常的大，吼，目前为止呢，咱家到今年吼，到这的时候，可能是有那个冠状病毒的有影响到，目前为止是4000几件来申请啦，以用的话。拢超7000几件，700件一档，700件这辅具的这补助，今年到现4000几件，因为后半年可能这个部分可能会，因为要开始要去行动嘛，有些新的产生失能的状况，他就会赶快来去提出这个部分。是所以头我给各位报告就讲，目前为止失能的话，如果说12.7的比例来算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大概会有38000多人需要这样子的协助。那就是还有很多人没有来申请。对，而且38000多人来的有申请了后边才无申请，也过来补申请。所以今仔咱的节目出去了后，咱的民众有看到，也是讲别人邻居啦、亲戚有看到，感觉讲伊有需要，无条条透过安尼去传达，互伊知影讲，咱的政府有这种的这个福利啦，安尼伊嘛会当算讲争取家己的权益啦，对。那么就是讲，咱今嘛好像卫福部有讲这个辅具会当用租赁的，比如讲有当时可能这个人用的时间不足长他要去买这个辅具，对于来讲说实在的，买了之后以后可能今嘛用，那像咧红婴仔小想咱红婴仔买一个婴儿车可能这个囡仔大概还会一个年岁的时候，婴儿车用不到了可能要转去给其他的朋友、邻居啦，还是讲亲友啦。咱这种的辅具有当时嘛是安尼他可能是一段时间而已。那一段时间来讲有时候他买了也是本来就有负担嘛，这样买来个用一段时间无用他可能也是一种浪费啦嘛是有一种经济上的压力所以咱即马卫福部讲有种这个辅具是用迄个租赁的，这方面咱是不是请局长嘛给咱做一个介绍？这租赁的部分我那迄个关键啦，3年4万块钱的这额度补助的金额啦。我们现在有跟签约的，因为13家嘛这个签约的部分，那我们也是一样。从1966这边提出申请，或者亲自去申请都没有关系，方便就可以。你的提出申请了呢，我们是一样去评估，评估以后你就这个核定了以后，你就可以去用选购的或租用的。我们现在在讲这个部分是租的部分，租赁的部分。因为有些失能性它不是长久性的失能，它可能是譬如讲跋倒，老人跋倒，骨头断去，是什么种的？这段期间伊需要咧。伊需要一寡简单的物件，包括着咱的这个辅具，包括咱的脚架啦，轮椅啦，或者电动轮椅啦，种车，还有简单的短期的那种呼吸治疗器啦，遐拢会使，就是透过我们客户这厂商咧，会当去甲伊做租用的租赁的开了，你租赁了无要紧到时就租金偌济就叫我们补助嘛你若到尾无用，你就直接行伊，安尼这个代志就可以减轻你不用购置的一个大笔经费支出。另外一个部分，你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话，会当去好去运用你的这个，但是咱的厂商他们特约嘛，虽然是贵的，但是伊嘛要尽着一份保证品质。使用品质对你旧的进来，你要维修好、整理好，消毒好，再把它重新把它整理好。所以讲对下一个人要用的时阵有保障有保障个另外一个要附带保险要附带保险。你别贵的物件歹去你讲我弄歹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替使用者去想到一些问题，就是说第一个，它使用的品质、使用的安全，另外第二个使用的保障。所以这嘛是算讲政府咧替咱把关呐，替咱这需要长照的人也做一个安全、甲健康的这个把关呐。那么请请各位让做资源的这个
整合，资源再利用跟再环保，对对。无你坑伊兜大家拢一袋，哎呀，造成地球的负担。其实有足侪拢麻烦，这坑来了就唔来要移去倒。对啊，那个蛋雕伤无菜，无菜，蛋雕坑伊出来，这变成好像也是一个垃圾哈。所以咱即摆用这种方式算讲就是讲资源回收啦，迄个环保咧再利用这嘛是对咱好多我讲的这个地球是一个这个减轻负担啦那么我怎讲就这方面啦当然是需要的人爱去申请嘛那需要的人伊申请爱有什么资格？这个部分伊申请资格其实要申请辅具法律，伊无定个足严格啦，就是咱的这个。失能评估的 CNS 的部分，如果到了2的时候，它有2级的时候，这个部分这样提出申请。所以基本上，你只要符合我们刚才这个高龄照顾，头讲的高龄照顾，如果说老65岁以上的，这个咱的原住民的部分，大概是55岁，个55岁身心障碍者这3个标准，而且在 CNS。这个失能评估在2级以上，基本上都可以提出申请。他没有，因为这种辅具的部分，你个含量上严格是对需要的人会产生困难。所以基本上我们难道到2级的时候，1级不行嘛？1级出位就简单的出2级，到2级的时候评估可以的时候，基本上拢会当提出辅具的申请。咱即马提供的辅具差不多是什么货？还有像因若要去做，要去倒做？因咱这个部分是讲，咱就有那打1966，和1966这咱的特约厂商也提供特约厂商。另外这个相关的这资料台湾社会局照管中心内的网页上面就有公告在里面。你也当去看网页那几家在哪里，我们就近去跟他打电话联络，然后就会提供服务。这个部分就很简单，免讲说个足迄个，你足简单的讲，去阮社会局的照管中心的网站去看，就download落来，对，当找着厂商直接联络若无就开1966。伊辅具的内容？辅具的内容就是我们经常性的生活辅具都有，就是咱一般咱这个辅具申请的部分，那个项目，跟咱这摆项目拢共款，就是讲。包括了日常生活辅具，我搞到讲过轮椅啦、电动车、电动代步车啦，还有电动床啦、呼吸器啦，拢总有17项，拢总有17项之多啊。17项。像好多咱讲的讲无障碍啦，伫咧厝内底无障碍环境啊，咱大概是做啥物程度？比如讲，咱可能想会到就是讲你讲的斜坡啦，还是讲伫咧浴室内底一寡设备啦，有啥物货？还有咱的生活性的床，床铺啦，还有其他的这些，比如讲手手、扶手，哪里需要扶手，还有一些指滑等等这个部分，就是讲如何去让你生活畅通的部分，我们基本上只要我们那个项目里面会有的部分，那经过咱的这个评估，职能治疗师去评估了以后，去看了也可以设计，设计，然后就可以提出这个申请这样。那么就是讲咱这段时间啦安尼甲咱的民众来协助啦有去申请的人咱是不是有拄到是较特殊的案例？哇，就是一个核销的问题产生的结果，就是讲第一啦咱职能治疗师去了，你申请了职能治疗师去处理，给你做评估嘛，评估了得依照这样跟你规划出来的，结果你规划出来的跟你到时候因为你也去要求到你的。这厂商评估了的规划是安尼嘛？你也要求你的厂商改些，但是拢无去甲职能治疗师去做调整。所以变成你做出来的结果跟原来的结果不一样。是不是符合你的需求？这因为你职能治疗师是专业嘛，你也去评估过你需要什么，给你做些设计规划完了以后，你也请厂商去做，厂商做了，或者讲，你要改这，拢无甲职能治疗师用，就变成结果跟原的规划不一致。所以厂商去咧做的时候，伊嘛是
按照迄个职能治疗迄个规划。所以这沟通最重要。对，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问题，较经常性发生的是，当然，咱会甲协助到解决啦。因为嘛以这个生活者、使用者为优先嘛，咱嘛是去配合去看安那来做调整，这拢没问题。只是讲拢会发生这代志安尼。所以咱职能治疗师若是去恁兜，你甲伊评估的时候，你爱甲职能治疗师沟通好啦。他袂讲吼，你无甲伊讲好，叫职能治疗师去甲这个厂商讲的时阵，伊就用伊的方式去甲伊讲嘛吼，结果你他点解伊来要做的时阵，你搁甲伊讲一种方式，那他会变成说，做的人吼，他会有困扰啦吼，所以咱就是这个职能治疗师咧甲你沟通的时候，你爱甲你需求讲清楚啦吼。系啊，个第二个较常才发生的就是讲，比如讲洗厝徛，洗厝徛这毋是你的啊，因为你用的一定会改，一定会讲到。着厝头家你也无接到咱的这个厝的这同意啊啦，对，这个也是很重要啦。不是你的嘛？你没有想到，你也不会想哎。你也产生一个困扰底啊，所以我还会建议说，如果像这样子的话，你要不要先跟房东去取得连结然后你自己的取得同意，或者你有自己的房子，当然没问题，有所有权啊，房屋的缴纳、房屋税缴纳证明，这个都没问题，这合法的 OK 嘛？如果没有都去租赁的话，这个可能要特别去注意迄个细节的部分。所以局长有甲咱提醒的，这有当时就是讲，唔捌申请过的人，伊可能无拄到，但是因为咱局长家业务吼，因为伊的这个业务太多了吼，来申请的人可能有产生的这个问题，先提供给我们这个还没有来申请的民众做参考啦。安尼你特别重复哈，重蹈覆辙，安尼你家己是到时是麻烦啦哈。可能哦，因为安尼来延期啦，或者是讲哦，因为安尼无法度完成你要爱的需求啦哈。那么这样子哈，当然啦，我在想局长的想法就是要给大家哈一次哈把它做到到位，一次到位啦。是，那么哈最后咱局长刚刚有啥物话要跟咱乡亲朋友讲？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咱这个有也有足侪这个。有关的，咱会当享用到的这个权益吼，就是长照2.0内底吼，其实足侪项目。长照2.0的，长照1.0的时候只有8项而已。那后来长照2.0增加到17项，包括日间照顾中心啊、照顾据点啊、失智老人的部分。所以今仔短时间我无法度完全去讲啊足清楚。但是这个部分的话，咱就需要先，咱透过咱1966的部分1966加会当互大家变成一个管道，一讲电话1966去，咱会当甲这咱所有需求给了解足清楚，将得到咱上完整的服务，家庭的部分来减轻足侪负担，这是足重要的代志。是，当然啦吼，咱希望讲甲咱的这个长照2.0这个部分做好一个较需求，互咱的民众更较需要啦吼。那么我希望这嘛是咱市长伫动算到今嘛伊将努力咧拍拼这块咧照顾到咱的这个时代的这个部分啦吼。那么咱市长有啥物市长其实是真关心咱的长辈啦，尤其社会福利的部分啦，因为每经常在有当来咁样来的时阵拢会耳提面命啦，希望说咱的社会福利这个部分，事实上讲，所有的这代志内底社会福利看民生的这个民众特别愈来愈密切啦。你敢出事的托婴，一直到100岁年后。包括高龄的部分，这个部分完全拢是一起，包括妇女、儿童、少年，等等加拢是社会局内底，所以市长对这个部分拢希望讲咱社会局的这工作都能够前瞻部署，以及咧强调前瞻部署，就是讲咱来行伫头前，会当提供更较大服务，对啊，会当可以更好，对啊，所以说一直在强调这个部分，所以市长对这个部分呢。完整一起都直接要求阮社会局一定往前冲啊！就刚刚头头跟他讲向前行，只要方向对了，就离目标不远了。对，我们局长很这个。衷心的执行，咱市长一个向前行。那么咱今日感谢咱台南市社会局长咱陈荣之陈局长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讲到咱这长照2.0对着咱一寡长辈啦的需求尤其是像一寡行动辅具啊，佮有咱居家无障碍这个设备的这个协助那么嘛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我是婉婉咱台南向前行，我们下次见。